再讲一次，张金义不是因为他讲什么话被处罚，而是他去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任职，这个法律规定该处罚，而这个法律是马英九政府时候规定的，一直没有改，现在法律在那里，一定要执行，是这个道理。的蛋白质提供的低基金会有非常明显的成长，大概成长了5到7成。记者张金义他在美国白宫说自己来自台湾，然后现在陆委会要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开罚他，但是有不少人认为他其实也是台湾人，那你觉得开罚应该吗？张金义应该处罚，不是因为他讲什么话，而是他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，他在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任职，这一个规定是在马政府时代规定的，蔡总统上任以后一个字没改过，有了这个法律的规定，如果相关应该执法的公务人员不执法，反而是懈怠职务或者是包庇，所以再讲一次，张金义不是因为他讲什么话被处罚，而是他去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任职，这个法律规定该处罚，而这个法律是马英九政府时候规定的，一直没有改，现在法律在那里，一定要执行，是这个道理。好，谢谢。谭德赛秘书长的发言，不但是无的放矢，也不公正，为失了他的位置上应该有的专业跟公正，以至于今天疫情如此严峻，他却还对台湾无的放矢，没有证据的乱讲话，其实是很不够格在那个位置上。好，我们很遗憾看到 WHO 秘书长老是发言引起全世界各国的公愤，对台湾更是不公平，也违失了他的位置上应该有的专业跟公正，以至于今天疫情如此严峻，他却还对台湾无的放矢，没有证据的乱讲话，其实是很不够格在那个位置上。台湾是在全世界因为中国的政治打压最被排挤、最被歧视、最被不公平对待的国家，所以我们最知道被歧视的滋味、被不公平对待的痛苦。而台湾虽然小，却是非常尽力的对世界做出贡献，我们也尽力的照顾弱势需要照顾帮忙的人，哪怕对谭德赛秘书长的母国伊索比亚的贫穷弱势，我们都给予照顾，甚至也还训练该国的医疗人员，持续不断。所以谭德赛秘书长的发言，不但是无的放矢，也不公正，同时也对台湾、对其母国的帮助不知道感激，却还如此发言，令人遗憾。我们希望他能够针对事实，应该对自己的错误行为道歉。上海酒店现在被勒令，也不过不少酒店公关他们自嘲自己是纾困边缘人。那我们现行的纾困方式，或是未来会针对他们有一些补助？对于酒店舞厅的企业主，我们没有予纾困。但是如果真的从业人员因此没有工作，难以生活，我们对于国人同胞都是一致的、一体的。只要有陷于困境，我们都一体依照纾困的办法，给应该有的人，受到困难的人给予照顾。